30分鐘聽晒一本書。今日我哋一齊聽《金剛經》，你有冇發現而家好多人明明生活喺一個好似乜都唔缺，但心入面又乜都驚失去嘅年代。我哋每日不停接收各種資訊，睇住社交平台上面啲人年薪過百萬，結婚生仔，周遊列國，然後擰轉頭望下自己，先發現自己好似卡咗喺一個幾尷尬嘅位置。份工唔上唔落，存款冇乜增加，段感情又唔冷唔熱，你想停低唞一唞，但心入面總係有把聲鬧你冇出息，你又想逼自己繼續追落去，但身體開始出現嘅各種警號同埋越嚟越後移嘅發線，又不斷提醒你唔可以再死頂。學歷焦慮、吃錢焦慮、外貌焦慮，好似一條又一條鞭咁抽住我哋，逼到我哋好似滾輪上面嘅倉鼠，死命向前跑，一刻都唔敢停低。如果你而家正受緊精神內耗折磨，如果你個腦每日都好似有2個小人不停打交，咁你今日撳入嚟聽呢段內容真係啱時候。今日我哋就借用一把流傳咗2500幾年嘅智慧之劍，斬斷腦入面嗰啲糾纏不清嘅亂麻。呢把劍就藏喺《金剛經》入面。聽到《金剛經》呢3個字，可能有人心入面即刻打個問號，係咪又要開始講一啲迷信嘢？每日已經咁忙，點解仲要聽一部佛經？大家唔使急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解。《金剛經》唔係一本教人燒香拜佛、祈求升官發財嘅宗教手冊。喺嗰啲睇落好深奧、好難明嘅文言文背後，其實藏住一套非常精密、非常深刻嘅認知方法。《金剛經》嘅全名叫做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佛經入面般若寫作般若，意思係超越世俗小聰明嘅大智慧。金剛通常可以理解為堅硬無比，能夠吹破一切嘅金剛石，象徵住無堅不摧嘅力量。波羅蜜就係到達彼岸嘅意思。連埋一齊可以理解成用好似金剛一樣鋒利又堅定嘅智慧，斬碎人生入面因為錯覺而產生嘅焦慮、恐懼同執念，令人由痛苦嘅此岸安然去到寧靜嘅彼岸。你聽完今日呢段內容，唔敢保證聽日就可以發達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當你之後再遇到一啲令你崩潰嘅人同事情，心入面會多咗一種叫做通透嘅力量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，要講《金剛經》。首先要返到2500幾年前嘅古印度。喺好多人嘅想象入面，《金剛經》作為佛教大乘經典入面一部重要著作，開場一定非常神奇。佛陀全身發住金光，坐喺蓮台上面，天花亂墜，地湧金蓮，無數人抬頭膜拜，但真相往往樸素到令人難以置信。《金剛經》第一品主要係交代呢場說法究竟點樣開始。呢段開場可以話係成個哲學史入面最貼地嘅開場之一。經文大意係咁講，差唔多到食飯時間，釋迦牟尼佛住好袈裟，拎起化緣用嘅器皿，行入城入面，逐家逐戶化緣。佢冇因為自己身份崇高就揀3揀4，而係按住次序一家一戶咁行過去。得到食物之後，佢返到當時居住嘅精舍，食完飯，收好袈裟同化緣用嘅器皿，洗乾淨雙腳，整理好座位，然後安安靜靜坐低。你有冇發現喺呢個極之平淡嘅開場入面，冇神蹟，亦都冇光環。一位已經得到最高覺悟嘅人，每日嘅生活同普通人其實冇太大分別，無非都係住衫、食飯、行路、洗腳、休息。點解要用一段近乎流水賬嘅文字作為《金剛經》嘅開局？因為當中藏住佛家第一層重要智慧，道在日用之中。現代人總係覺得炫耀到內心平靜，好似硬係要花幾萬蚊去遠方洗滌心靈，或者報名參加昂貴嘅修行課程，走入深山老林，斷食閉關。但佛陀用自己嘅行動話俾人知，真正嘅覺悟唔喺高山之巔，亦唔喺神秘儀式入面，而係喺你每日認真食落肚嗰一啖飯入面，亦都喺你返到屋企之後認真洗腳嗰個動作入面。食飯嗰陣就專心食飯，行路嗰陣就專心行路，洗腳嗰陣就專心洗腳。唔好俾個腦一路喺過去同未來之間亂咁跑，呢個就叫活在當下。呢個係《金剛經》俾我哋嘅第一個提醒，亦都係最基本嘅道理。就喺佛陀洗完腳啱啱坐定嗰陣，大眾入面有一個人企咗起身，呢個人叫須菩提。喺佛陀嘅弟子入面，須菩提被稱為解空第一，即係話佢係對空性理解得最透徹嘅人之一。須菩提整理好衣服，右膝跪地，
合掌行禮。跟住佢問咗一個問題，呢個問題唔單止代表當時在場嘅修行者，亦都代表住今日屏幕前面嘅你同我，甚至代表全人類一直面對緊嘅共同困惑。須菩提問：如果一個人發起追求最高覺悟嘅心，佢個心應該安住喺邊度？又應該點樣安頓呢顆散亂不安、每日胡思亂想嘅心？用經文入面嘅說話就係：應云何住，云何康復其身？請你喺心入面靜靜念一次。呢個唔正正就係我哋每日苦苦掙扎緊嘅問題咩？日頭坐喺公司個位度，個心一早已經飛咗去周末聚會，根本冇心機做嘢。夜晚瞓喺床上，個心又困咗喺日頭老闆一個眼神、同事一句說話入面，反反复复咁諗，點都瞓唔着。到錢，個心又俾越嚟越大嘅慾望牽住走，安定唔落嚟。蝕咗錢，個心又俾無盡嘅後悔同恐懼吞噬，照樣平靜唔到。我哋個心就好似一隻完全停唔落嚟嘅馬騮，喺過去嘅遺憾同未來嘅焦慮之間跳來跳去，一秒都唔肯安安穩穩留喺而家。須菩提呢一問，可以話係問中咗現代人最深嘅心事。我哋買咗無數心理學書，睇咗無數心靈雞湯，講到底咪又係想同一個答案：我個心究竟應該安放喺邊度？我點樣先可以唔再焦慮？聽到呢個直擊心靈嘅問題，佛陀讚嘆話：問得好，須菩提，你問得非常好。接落嚟，我哋先講《金剛經》入面一句最出名，亦都最容易令人誤解嘅說話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佛陀冇講一啲單純安慰人嘅說話，而係直接指出一個非常深刻，甚至有少少反常識嘅道理。請你將呢句說話記喺心入面，只要真正明白佢，人生入面好多煩惱都會失去原本控制你嘅力量。要講清楚呢句說話，首先要明白一個字：相。乜嘢叫做相？好多人以為相只係樣貌、面相或者眼睛睇得到嘅外在形象，其實唔係。喺呢度，相可以理解成我哋個腦對世界產生嘅各種概念、標籤、定義同主觀判斷。簡單嚟講，佢就好似你戴喺眼前面嗰副有色眼鏡，亦都係我哋加喺世界上面嘅一層濾鏡。金剛經提到，人之所以痛苦，係因為死死捉住四種相，唔肯放手。呢四種就係好多人聽過嘅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聽落係咪有少少抽象？唔使急，我哋將佢轉成現代人容易明嘅說話。不過要先講清楚，以下只係用現代生活做比喻，方便大家理解，並唔代表四相只有呢幾種意思。你會發現呢四種相幾乎概括咗我哋好多焦慮嘅來源。首先，乜嘢係我相？我相就係對我嘅執着，佢係你貼喺自己身上嘅標籤，亦都係你辛辛苦苦維持緊嘅人設。你仔細諗下，平時你係點樣定義自己？你可能覺得自己係大公司管理層，係一個自尊心好強嘅人，亦都可能係屋企人眼中最可靠嗰一個。呢啲全部都係我哋為自己設定嘅我想。人點解會攰？因為每日都用咗大量心力去維持呢啲身份同形象，驚佢哋有一日突然崩塌。喺公司要維持一個情緒穩定、能力出眾嘅職場形象，喺社交平台上面又要維持一種生活精緻、歲月靜好嘅狀態。一旦有人挑戰你嘅我相，例如老闆批評你，伴侶話你唔夠體貼，朋友質疑你嘅能力，你第一個反應往往就係嬲、委屈同防衛，因為你覺得我俾人傷害咗，你太過將呢個我當成一回事。面子、尊嚴、身份、標籤呢啲沉重嘅外殼壓喺身上，又點可能唔攰？第二，乜嘢係人相？有咗我，自然就有同我相對嘅其他人。人相可以理解成對其他人嘅執着，係比較，係對立，亦都係過分在意人哋點睇自己。我哋成日都忍唔住望住其他人，同事人工係咪高過我？朋友嘅另一半係咪比我嘅另一半更有本事？親戚啲仔女成績係咪好過自己啲仔女？妒忌、攀比同鄙視鏈往往都係由呢種分別同比較而嚟。點解會自卑？因為你跌咗入人相嘅陷阱，你將人哋展示出嚟嘅光鮮亮麗拎嚟懲罰自己真實嘅生活。你活喺人哋嘅眼光入面，活喺世俗嘅評價標準入面，個心又點可能安寧？第三，乜嘢係眾生相？眾生相
比人商範圍更大，佢可以理解成社會集體嘅價值觀、大眾默認嘅標準，同埋嗰個睇唔見但又無處不在嘅社會時鐘。30歲之前一定要買樓結婚，男人一定要事業有成，女人一定要同時照顧家庭同工作，年薪唔過8萬就代表失敗。呢啲標準究竟係邊個定出嚟？好多時候根本冇人講得清，大家只係話其他人全部都係咁個教啦。呢個就係眾生相，好多人根本唔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乜，只係見人人都咁做，就跟住拼命考政府工、買樓、結婚、生仔，好似生產線上面嘅一件零件，無時無刻都驚自己落後，對集體標準嘅盲目執着，壓垮咗唔少年輕人。最後亦都係最難理解嘅一種，就叫壽者相。壽者從字面上睇同壽命時間有關，喺呢度可以將壽者相理解成對時間延續同永恆不變嘅執着。人有一個好強烈嘅願望，就係希望所有美好嘅嘢永遠都唔好改變。我哋渴望青春永駐，所以產生外貌焦慮。我哋希望愛情天長地久，所以患得患失。我哋希望財富永遠增長，所以貪得無厭。現代商業社會有一句非常成功嘅廣告詞：鑽石恆久遠，一顆永流傳。呢句說話之所以打動人，正正因為佢捉住咗人對永恆嘅渴望。我哋想用一粒堅硬嘅鑽石留住虛無縹緲嘅永恆，但《金剛經》喺呢度俾咗我哋當頭棒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要留意，虛妄唔係話眼前一切完全不存在，而係話呢啲現象都會隨住條件改變，並唔係永遠固定不變。你所執着嘅一切，你嘅面子、標籤、人哋嘅目光、世俗嘅比較、社會互相比拼嗰套標準，同埋對永恆不變嘅渴望，都唔係固定不變嘅真相。好多時候呢啲只係個腦製造出嚟嘅概念同幻象。為咗令你容易明白，我哋睇兩個現代生活入面最常見嘅例子。第一個例子，點解大公司裁員會令人徹底崩潰？好多人被裁員之後覺得天都塌落嚟，甚至失去繼續生活嘅勇氣。失去一份收入當然令人難受，但真正摧毀一個人嘅，往往唔單止係冇咗份人工，而係我商突然崩塌。佢將某某公司總監、大公司精英呢啲標籤當成真正嘅自己，佢習慣咗人哋羨慕佢份工，亦都習慣咗個職銜帶嚟嘅光環。當公司突然將呢個標籤撕走，佢覺得自己好似死過一次。但《金剛經》提醒我哋，嗰個標籤唔等於你只係暫時借用咗一個平台、一個崗位同一個職銜。離開嗰個位置之後，你仍然係一個完整有價值嘅人。大公司員工係一個相，失業者亦都係一個相。既然呢啲身份全部會隨住條件而改變，又何必為咗一個暫時嘅標籤尋死覓活？第二個例子，點解失戀會令人痛不欲生？一段感情結束之後，有人會喺深夜喊到收唔到聲，反覆問：你唔係話過會永遠愛我咩？呢個就係對壽者相嘅執着。你執着於啱啱相愛嗰陣嘅美好狀態，想時間停低，想嗰份熱烈同心動永遠持續落去。但當因緣改變，感情亦都跟住改變。現實擊碎咗你對永恆嘅幻想，痛苦就出現。如果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你就會知道永遠維持同一種狀態本身就係一個唔切實際嘅期望。愛存在嗰陣就認真擁抱佢，愛離開嗰陣亦都要學識坦然接受。睇穿呢啲幻象之後，《金剛經》仲有後半句：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呢度所講嘅如來唔單止係指一個外在形象，亦都可以理解成對真實本性同世界真相嘅體會。當你唔再俾我一定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束縛，個心就會鬆一啲。當你唔再俾其他人會點睇我綁架，個人亦會自在一啲。當你唔再俾社會規定我一定要點樣生活控制，亦都唔再奢望所有嘢永遠唔變，你就開始睇見各種相背後嘅真實。當你睇得見各種標籤同幻象，但又唔再俾佢哋牢牢困住，你就好似由一場漫長嘅大夢入面慢慢醒返過嚟。你會發現原來唔需要擁有咁多錢都可以開心，原來唔需要令所有人滿意都可以活得幾好。原來以前令你成晚瞓唔着嘅恩怨情仇，放喺漫長嘅人生入面，可能連一粒塵都算唔上。呢個就係認知上真正嘅突破。但講到呢度，肯定有人會提出一個好尖銳嘅問題。照你咁講，
所有嘢都會變，咁活住仲有乜意思？不如辭職，唔冇錢，唔拍拖，唔負責任，日日留喺屋企，乜都唔做，得過且過算啦。反正最後乜都留唔住。你如果咁樣理解，就真係將《金剛經》學買咗，亦都跌入一個虛無嘅死胡同。佛陀唔單止教人睇破，仲教人點樣入世。呢個就帶出成部《金剛經》入面最精妙、最實用嘅生活智慧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接落嚟，我哋就講清楚呢8個字究竟有乜意思。如果將空理解成乜都唔使做，乜責任都唔使負，今日呢段內容就真係白聽。喺佛教思想入面，呢種狀態唔叫覺悟，而係一種消極嘅虛無。佢唔係睇開咗，而係用逃避掩住內心嘅無力感。佛陀從來唔係教人避世，更加唔係叫人日日食飽等死。相傳禪宗六祖慧能後生嗰陣靠打柴為生，亦冇受過正式教育。佢正係聽到呢句說話嗰陣，心入面突然有所領悟，後來走出一條影響深遠嘅思想同修行道路。呢8個字究竟有乜力量？我哋逐樣拆開嚟講。首先，乜嘢叫做住？住表面意思係停留、居住，喺心理層面可以理解成俾某一個念頭卡住，死死捉住某一種執念，唔肯放手。你可以將個心想象成一部電腦嘅記憶體。乜嘢叫有所住？就係成個系統卡死喺某一個程式上面，滑鼠一路轉圈，其他指令全部執行唔到。你失聯3年都行唔出嚟，每次見到人哋結婚就難受。呢個叫住喺過去。你就快參加一場重要面試，成個腦都係面試衰咗點算？對方唔中意我點算？緊張到連說話都講唔清。呢個叫住喺未來。你幫咗人一個忙，對方冇對你感恩戴德，你嬲到幾晚都瞓唔着。呢個叫住喺回報。一旦個心有所住，能量就會不停被消耗，視野亦都會越嚟越窄。好多痛苦、內耗同糾結都係因為個心俾某一件事卡死咗。咁乜嘢叫做生其心？生就係生法、產生同埋行動。心可以理解成創造力、愛、智慧同埋對生活嘅全情投入。將兩部分連埋一齊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翻譯成現代人嘅行動指南就係唔好因為執着某一個結果、某一種評價或者某一個念頭而將自己困住，但同一時間你仍然要盡全力去生活、去創造、去愛同埋去承擔。要徹底明白呢種心態，可以將人面對生活嘅方式分成3個層次。第一層係大部分人最常見嘅狀態，有所住而生其心，即係帶住好強嘅目的性同執念去做事。工作嗰陣成日只係望住績效同年終獎，老闆之前承諾過嘅獎勵一旦冇兌現，個心即刻爆炸。拍拖嗰陣又成日睇住對方可唔可以照顧自己情緒，呢段關係最後可唔可以行到結婚？對方稍為冷淡少少就即刻患得患失，不停睇手機。呢個就叫有所住，因為個心住咗喺某一個特定結果上面，所以就算一直努力，成個過程仍然充滿痛苦、焦慮同恐懼。第二層係俾現實打擊之後徹底絕望嘅人，無所住，但亦都唔再生其心。呢個就係頭先講嘅徹底放棄。既然努力都未必有結果，既然最後可能都會失去，既然點追都追唔上，咁不如乜都唔做，績效、愛情、理想全部都唔理。與此同時，佢亦都失去咗對生活所有熱情，好似行屍走肉咁活住。呢個唔係通透，而係逃避，係用睇破紅塵做外衣，遮住內心嘅恐懼同怯懦。第3層亦都係《金剛經》提醒我哋嘅更高境界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咁樣嘅人喺職場上仍然會拼盡全力做好一個工作計劃，甚至通宵達旦打磨產品，但佢會將專注力放喺做事嘅當下。至於個計劃可唔可以令佢升職加薪，老闆係咪賞識佢，同業係咪妒忌佢，佢唔會俾呢啲事情控制晒自己所有情緒。喺感情入面，佢仍然會毫無保留咁去愛一個人，陪對方睇風景，溫柔咁對待對方。但佢唔會將伴侶當成私人財產，亦都唔會每日逼問你係咪唔愛我啦。佢接受關係可能會改變，亦都珍惜相愛嘅每一個當下，唔強求永遠維持同一個狀態。大家有冇玩過競技類網絡遊戲？第一層玩家眼入面淨係得級別同排名，隊友一失誤佢就破口大鬧，輸一局
就嬲到想掟鍵盤打一場機，仲辛苦過反攻。第二層，玩家覺得輸贏都冇所謂，所以一入遊戲就乜都唔理，拖累隊友，連遊戲本身嘅樂趣都一齊失去。第三層玩家先至係真正識得享受遊戲嘅人，佢技術高，亦都全神貫注，享受每一次準確判斷同每一次團隊配合。佢想唔想贏？當然想，但佢唔怕輸，輸咗佢都可以講一句打得唔錯，然後調整狀態，再開下一局。因為佢嘅心冇俾一定要升級呢個執念卡住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其實就係中國人常講嘅盡人事聽天命嘅升級版。盡人事就係生其心，將當下可以做到嘅每一個細節做到最好，唔留遺憾。聽天命就係無所住，放低對結果嘅過分控制，尊重事情發展嘅規律，得到坦然接受，失去亦都慢慢放低，盡力而為，順其自然。點解話讀懂呢句說話就有可能到化解精神內耗嘅一把鎖匙？因為內耗嘅本質就係個腦不停計住過去已經付出咗幾多，又不斷盤算將來可以得到幾多，搞到長期超負荷運作，最後攰到轉唔喐。金剛經提醒我哋要將嗰啲亂七八糟嘅背景程式關掉，唔好住喺過去嘅遺憾入面，唔好住喺未來嘅焦慮入面，亦都唔好住喺世俗設定嘅標準入面，將個心由四面八方嘅執念入面抽返出嚟，放返落而家呢一分呢一秒嘅行動入面。切洋蔥嗰陣就感受把刀落下嘅節奏，寫程式嗰陣就專注喺程式邏輯，攬住你愛嘅人嗰陣就認真感受對方嘅體溫，唔使一路追問未來會點，因為未來正正係由一個又一個當下組成。當你做到無所住而生其心，你會發現自己唔單止冇咁焦慮，亦都冇咁驚，做事效率反而更加高。因為一個冇沉重包袱，亦都唔再俾失去嚇住嘅人，往往可以釋放出更強大嘅生命力。呢個就係《金剛經》俾我哋嘅入世智慧。但係人心入面嘅貪念、怒氣同愚癡好難徹底根除。當我哋面對至親離開，面對辛辛苦苦儲落嘅財富突然消失，或者面對鏡入面日漸衰老嘅樣貌，仍然會痛，個心仍然會忍唔住停留喺失去入面。面對人最深層對生命消逝嘅恐懼，《金剛經》喺結尾留低一段非常優美亦都非常震撼嘅4句經文，佢將我哋嘅視覺由個人得失提升到萬物生滅嘅尺度。講完點樣入世，接落嚟就要面對生命最深層嘅無常。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前面講咗點樣睇破世俗標籤，亦都講咗點樣用盡人事聽天命嘅心態面對每一日。但作為一個有血有肉嘅人，我哋仍然有避唔開嘅軟肋。當公司破產，半生積蓄一夜之間化為烏有；當你眼白白睇住最愛嘅人因病離開，又或者只係某朝早照鏡，突然發現自己生咗第一條白頭髮，嗰種巨大嘅失落、哀痛同埋對衰老死亡嘅恐懼，單靠一句活在當下，好多時根本壓唔住。當命運嘅鐵錘重重打落嚟，個心仍然會痛徹心扉。面對人最深層嘅苦難，佛陀喺《金剛經》嘅最後冇再講複雜道理，而係留低呢4句流傳千古嘅經文：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短短20個字，寫出萬物生滅變化嘅規律。首先，乜嘢叫有為法？喺佛教哲學入面，有為法係指一切依靠條件產生、存在，最後亦都會隨住條件改變而消失嘅事物。你望下身邊，手機、樓、存款、明星、愛情，甚至包括呢副由無數細胞組成嘅身體，亦都包括腳下呢個已經存在咗幾十億年嘅地球。所有嘢都係依靠唔同條件聚合而成。條件具足，佢哋就出現；條件改變，佢哋就轉變；條件散盡，佢哋就消失。只要係有為法，就避唔開一個規律：形成、停留、變壞，最後消散。佛陀用咗6個非常優美嘅比喻，形容有為法嘅本質：夢、幻、泡、影、露、電。佛陀首先用夢嚟做比喻。假設你琴晚發咗個噩夢，夢入面俾猛獸追住，嚇到成身冷汗，心跳加速。喺夢入面，所有恐懼都真實到不得了。但當你醒嗰一刻，
隻猛獸喺邊，危險喺邊，全部都消失咗。我哋而家經歷緊嘅起伏人生，放喺更大嘅尺度上面睇，亦都好似一場進行中嘅夢，跟住就係如幻如泡如影，好似魔術師製造出嚟嘅幻象，好似水面上一掂就破嘅泡沫，亦都好似街燈下面被拉長又縮短嘅影子。佢哋睇落有形狀，但冇一樣係可以永遠捉得住嘅固定實體。最後就係如露亦如電，好似朝早草葉上面晶瑩嘅露水，太陽一升起，好快就會蒸發，亦都好似夏夜暴雨之前劃破天空嘅一道閃電，燦爛奪目，但只係存在極短一瞬間。聽到呢度，你會發現呢個唔單止係佛學嘅觀察，由物理學到生物學、現代科學都不斷提醒我哋，世界從來冇停止變化，人體細胞不停代謝更新，山川、星球同宇宙亦都一直處於運動同演化之中，冇任何嘢可以永遠停留喺同一個狀態。佛教將呢種規律叫做無常。我哋點解會痛苦？痛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來源就係現實不停改變，但我哋嘅期望偏偏要求永恆。現實嘅規律係無常，係一切如夢幻泡影，但我哋就希望青春永駐、愛情不變、財富不減、親人永遠陪伴。你想將露水永遠留喺草葉上面，想將閃電永遠定格喺夜空入面。當一個違反變化規律嘅期望撞上真實又堅硬嘅現實，人當然會痛苦。當最愛嘅親人離開，你痛不欲生，係因為心入面覺得佢本來應該永遠陪住你。但《金剛經》溫柔咁提醒我哋，相聚亦都如夢幻泡影，離去唔係一種懲罰，而係一切有條件形成嘅事物都必然會經歷嘅變化。你哋曾經喺人生入面相遇過、陪伴過、深愛過，嗰道閃電曾經照亮過你嘅夜空，呢件事本身已經非常珍貴。當你失去財富同地位，覺得成個人生都毀咗，但《金剛經》提醒我哋，財富同名聲本來就好似水面上嘅泡沫，條件具足嗰陣出現，條件改變嗰陣就會消散。你只係喺一場夢入面唔見咗一袋金幣，夢醒之後，真正屬於生命嘅經歷、智慧同成長，並冇因此全部消失。好多人聽到呢度可能會覺得好悲觀。如果一切都係隨時會醒嘅夢，咁生命唔係一片虛無咩？啱啱相反，真正明白無常之後，得到嘅唔係悲觀，而係一種更高層次嘅自由。你諗下，如果所有嘢都恆常不變，嗰樣先至係真正嘅絕望。如果階層永遠唔變，窮人就永遠冇改變命運嘅機會；如果痛苦永遠唔變，失戀一次就要喊足一世；如果愚蠢永遠唔變，人連學習同成長嘅可能都冇。正正因為一切有為法都會改變，厄運先會過去，好運先有可能到來，傷口先會慢慢愈合，人亦都先有重新開始嘅機會。你可以放低過去，重新開始，重新認識同定義自己。人生好似一場大型遊戲，所有裝備同金幣最後都帶唔走，咁點解仲要為咗人哋一句嘲笑，成晚瞓唔住？點解仲要因為失去一件暫時嘅道具而痛不欲生？放開手去體驗，去冒險，去愛，去感受痛，亦都盡情去喊去笑。你可以轟轟烈烈咁參與呢場夢，但內心深處要一直保持一份清醒。眼前所有嘢都會變。當你睇穿咗呢張底牌，世界上仲有幾多嘢可以真正摧毀你？呢個就叫應作如是觀。不經不覺，我哋已經一齊走過呢場長達幾十分鐘嘅思想旅程。而家深呼吸一下，將思緒由2500幾年前嘅古印度，由浩瀚嘅宇宙星辰重新拉返到而家嘅生活。今日我哋借用《金剛經》嘅智慧，向腦入面嘅焦慮同內耗揮出咗3把劍。第一把劍就係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佢斬斷咗我哋對身份標籤、人哋目光同世俗標準嘅盲目執着，令我哋明白唔好再俾一個自己虛構出嚟嘅人設壓垮。第二把劍就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佢斬斷咗我哋對結果嘅過分控制，令我哋學識喺認真生活嘅同時，放低對成敗得失嘅病態執念，盡人事聽天命，全程投入當下。第三把劍就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佢斬斷咗我哋對永恆嘅奢求，令我哋接受生命無常，坦然面對得失聚散。喺不停變化嘅人生入面，
得到真正自由。呢三把劍加埋一齊，就係一顆無堅不摧嘅金剛心。聽日朝早，當鬧鐘再次響起，當你又要逼上逼滿人嘅車廂，當你又要面對工作催促、客人刁難，或者生活入面一大堆瑣碎麻煩，你可以諗返今日聽過嘅呢啲說話，生活仍然會繼續，麻煩仍然會接踵而來。你唔可能因為聽咗一部經就即刻變成唔使交租嘅神仙，但你內心面對事情嘅方式已經多咗另一種選擇。當有人無端指責你、攻擊你，你可以喺心入面同自己講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呢個只係佢嘅判斷同情緒，唔等於真正嘅我，亦都傷唔到我嘅本心。然後一笑置之。當你為咗一個工作計劃捱咗幾個通宵，最後個計劃仍然俾人否決，你可以喺心入面同自己講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我已經盡咗自己最大努力，問心無愧。至於結果就接受佢，然後安心瞓一覺。當你不得不面對人生入面一啲巨大失去，你可以流眼淚，亦都可以悲傷，但喺心底最深處要記得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緣聚緣散，唔使強求。喊完之後抹乾眼淚，繼續向前行。金剛經從來唔係教人逃避世界，而係教人點樣帶住更清醒嘅頭腦、更輕盈嘅姿態走過人生呢場大遊戲。六祖壇經亦都有句說話：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真正嘅修行就喺你寫落去嘅每一行程式入面，喺你煮好嘅每一餐飯入面，亦都喺你向身邊人露出嘅每一個微笑入面。如果今日呢段內容好似一陣清風，吹散咗你心入面少少焦慮，亦都帶嚟一絲平靜，歡迎將受教或者心安留喺留言區，亦都歡迎你俾個讚、訂閱頻道，再收藏低呢段內容。將來某一個深夜，當你再次覺得迷茫、痛苦，甚至覺得自己快要撐唔住，可以再返嚟聽一次呢把金剛劍，隨時都可以再次出鞘。願屏幕前面嘅你喺呢個喧鬧嘅世界入面，慢慢練出屬於自己嘅金剛心，減少內耗，放低執念，輕裝前行。多謝你聽到呢度，我哋下一本古籍再見。